第4篇，穿白粽，蔡连真。真侪人若来咱台湾佚佗，拢会学了讲，台湾是一个上有人情味的所在，有影是规丛好好，无错。尤其是若到每一个大节日，拢有相对应的典故，甲好食的物件，亲像中秋的月饼、冬节的圆仔、清明的润饼，拢是家家户户会食到的物件。当然啦，5日节粽更加是较侪人会家己传的节日食品。会记得顶天歇困的时，透早阿母环保袋仔赶咧，讲要去菜市仔款货，通利用假日来白粽。伊问我讲：“你要缀我来去无？”我心内想讲，平常时啊，阿母拢会叫我踮厝里写功课，即摆哪会主动要招我去菜市仔买菜咧？原来就是5日节要到啊，伊要家己白粽。白粽需要的物件有较侪，爱有人斗赶。另外，阿母嘛想要顺续互我有一个学习的机会，知影要安怎款货，甲选择青切的食材，才袂定定去互人笑讲是食米毋知米价，食饭卡中央的人。若夜市啊，阿爸有闲的时阵，定会带规家伙仔去踅踅咧。啊，若菜市啊，我着真正较少去啊。三不五时，阿母若咧煮食欠东欠西的时，拢会叫阮就近去超市买咧。想要买啥，时间上较无受限制。若早起时的传统菜市啊，就一定爱中昼进前去，才要有物件。所以即摆我无论安怎，我嘛要缀阿母去买了通转来白粽。沿路行，就想着阿公定咧喊的迄条安东哥买菜歌词内的情景。我嘛菜篮赶咧，呛呛行，呛呛去，心肝内是欢喜甲袂输考试考到第1名的咧。母仔囝入来到菜市，真正人山人海，客甲满满是。逐个人拢这也买，迄也买，买甲苦无骹手来斗赶。佮看到生理人的担，无论肉粽、菜粽、鸡粽、粿粽，逐项有。看到实在足好食款的，喙烂强要顶落来。我甲阿母问讲：“咱敢有要逐种口味拢来八卦？”阿母应讲：“拄则入来菜市，你着险险啊，互人钱无去。若是要逐项粽拢总北，我看着爱先拜托警察先生来找人。”听阿母应安尼，两母仔囝煞袂记得买菜款货的辛苦，
两个人笑甲嘴仔利塞塞。